1985年2月7日，当时规模上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10信用合作社表出备案，获财政部停业3天。财政部宣布，由于实行违规经营、不当的放款，严重影响到社员权益。财政部在保护大众存款人的权益之下，断然采取了停业3天的处分。备案限更了后，虽引起10成假金户想要换现金的风潮，造成数千位假金户一生所欠的钱拢提袂转来，造成60多间企业面对破产。10成的实际负责人嘛是当时立法委员蔡新洲，和台北地检署拘禁。这场青春之夜晚会在6点钟开始。建中体育馆里装设了镭射、干冰、闪灯，制造了不少气氛。1987年2月7日，建国中学是头一间举办高中生公开舞会的学校。由于这是学生在学校举办舞会的第一次，相信不久就会有其他学校跟进。